乾呐，乾坤的乾呐，电脑程式在念的啦，念易经正释，证明的正，解释的释。这民国90年代教师的参加开会的建议啊。法无定法，但是学生要建立中心思想，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呢，没有一个正确的中心思想，那如何有稳定的心呢？心术要端正，该有的伦理道德呢？儒家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啊，佛家求内心情感与理智的和谐啊，道家求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。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为主要的核心，主要的能力应该也要懂天地人的和谐，不能只有学问，只会思考，没有一个中心思想。宇宙观啊，人生观啊，价值观啊，要正向能量的，这样活在人世间才有办法遇到困难克服困难，面对然后处理解决放下，是要智慧啊。按佛经来说呢，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闻所成慧，思考所成慧，修行去做所成的智慧。学问博学审问啊，慎思啊，明辨啊，笃信啊，能够知行合一最好啊。